再来看民众党的立委赖香伶邀请专家学者来呼吁执政党应该爱针对劳保来做改革哦。另外，疫情后针对劳健保的补贴金额嘛，呼吁讲一定爱超过1000亿。伊嘛希望蔡总统赶紧来召开劳保改革国事会议，提出劳工保险条例修正草案，来推动劳保财务的改革。救劳保，不能靠拨补，去年税金有中4500亿，政府提出疫后强化经济甲社会韧性特别条例，嘛讲要拨1000亿，互劳保、健保甲台电公家本解决债务问题。毋过，关注劳保的劳工代表甲专家警告，短期补助无法度救本，因为未来领年金的人会愈来愈多。未来每年大概会有17万人左右要新的请领这个劳保年金，一年大概5000亿。再过10年之后，可能要到9000亿，甚至上兆。少子化的问题之后，越来越就是说要付出的更少，领的人更多。进前捌做过年金改革委员的吴中台表示，过去苏贞昌是用收集各方意见的讲法来拖过去，即马新年内阁干那一档的时间，必须爱赶紧定出劳保改革的相关办法。立委赖香伶整理专家的意见，提出3项诉求：劳健保的拨补要1000亿以上。第二个，我们希望尽速总统能够召开这个国事会议来改革这件事情，取得社会的共识。那第三个当然是希望劳保的条例尽速在这个会期请行政院能够送到立法院来，我们一起来面对。针对各方的意见，劳动部强调，劳保的财务问题是因为人口结构的改变，政府的补助拢有持续在提，但是改革也阁需要各方协调。那疫后特别条例是另外的，我们又会再给行政院会再给我们这样450嘛，加上300亿，就是750亿了。那个部分是涉及到整个政府的财政配置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依照行政院的规划来办理。推动劳保改革，劳动部保险司表示认同，会赶紧讨论出共识，量早规划。记者麦尚英、曾俊佑台北报道。